就是有怪病都不怕，就是說朝聞到喜事可以。有怪病都唔怕。個雞真係痛到你要命喎！真係佢嗰次咪痛到要命，佢1個半月痛一次，嗰次以為係胃病買啲藥俾佢，醫生舊年都叫佢切蛋，他到現在都沒痛過啦。痛一次。佢1個半月。我好似好耐至痛一次。就是說你要配合治療。半年。你配合治療的同他沒有治療嘛？係咪1年或者1個？你人要有正氣啊！兩擔木差唔多啦。咁樣。啊，係啊，呢個亦都係正常。我嗰個時候係1個半月密集啊，好密集㗎，好密集咁樣，越嚟越快，越嚟越快，到最後嗰啲醫生叫他切蛋。之前食胃藥係得嘅，因為食完胃藥之後你瞓一覺就唔痛啦，到後邊佢越嚟越密集。食胃藥都一啲用都冇。佢一日唔痛，一日痛到底。痛到你就係你。痛到慘叫啊！我說胃病怎麼會這麼痛呢？痛到個人都發黃啊，眼睛都發黃。發青發面。發黃啊！你瞓喺度又唔掂，坐喺度又唔掂，企喺度更加唔掂。佢依家到依家都差唔多成年未痛過啦。冇成年，我係9月份，去年9月份。大半年啦。大半年啦。佢未痛過一次。啊，痛都唔痛過。而且佢依家飲食一樣嘅不規律，佢喺我後邊抽出嚟嘅嗰啲嘢嚇死你啊！唔關嗰嚿事。唔係嗰嚿嘢有關。我同你講啊，嗰個嘢有關。咁講啦。但係咧，你如果冇正氣咧，佢又好快給你接翻落嚟。冇正氣抽唔到出嚟。所以說嘛，醫生就是說，醫病不能醫命。佢因為他的真空呢。你不能吸多了，吸多了之後呢，你不能說每個穴位去吸要出問題的，要死人的，它就是一個穴位，你去抽，它裡面的淤血可以吸出來。醫生有冇安排你做腳膽手術？冇，佢冇跟晒嘅。佢話嘅膽，如果係膽石嘅嘢要割。咁你都確定咗係膽結石㗎啦。係啊，但係佢都冇安排你去做手術。跟唔係好嚴重嗰啲咯。唔係你痛到冇辦法嗰時佢就切㗎啦，佢3天2頭去醫院啊，嗰時連續2次。係啊，連3日去咗2次。人哋醫生就即刻話切。我去1次，食咗1粒，醫生俾1粒藥我食。佢止痛藥嚟㗎，冇用㗎。咁冇事咯喎，每個嘢冇事就。唔係你嗰時你做得唔係好犀利，好犀利啦嘅話就麻煩啦。又驗又抽嘢，驗不啱驗過晒全身嘛。咁樣即係確診咗係膽結石啦。以為係。你本身長期以嚟有冇肝臟有冇問題？肝膽石啊。有冇肝炎？係啊，佢又係啊，細個笑過肝炎，我哋冇㗎。肝膽相照，我知道。我而家已經未食藥個肝藥，醫院食嘅肝炎。肝受損啊，就連到肝膽。即係你有食肝炎嘅藥？肝炎我而家我要嗰個醫生專門請我 check 嘅話，啲指標降低晒啦。我同你講啊，我明白。嗰啲係藥物作用嚟嘅啫。但係長期唔係㗎。你長期要食嘅喎，食到死。我跟你說哈，我那個肺動脈栓塞，你們他媽也可能沒文化，不知道。你們是嘛人家那些有文化的人，我跟他們說，老子是你媽19年是嘛春天那個時候是你媽例行檢查胃動脈栓塞。我同你講啊，個個都話好兇險呐，這個病是你媽比你們膽結石兇險是吧？冇得醫個是你媽耶。不知道花多少錢，我都好了。對，那些是。老子是你媽耶！這多少年了，我都還沒死，7年還沒死，是嘛？正常5年是你媽爬樓梯都爬不起了，是你媽吃藥的。老子是你媽還抽煙，還是你媽大力按摩？你走一定冇掂。唔係話呢啲嘢你可以係的啊！我同你講一定要有正氣呀。表面上。正氣唔係話你係做英雄。唔係話我要係伸張哪裡一個不平我知道，就是你生活中你身邊的朋友，你罵佢，你都係為佢好，嗰啲人害你唔好驚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冇害你啲身，從頭到尾都冇害，不會去偷人家一個大麻，不會去偷人家丟了莫阿叔博士都偷人家一個大麻，我看到從肚子裡面拿出來的，拿給阿肯。你這些行為你做了，你的能量係虛㗎，你就是去做化療，你都搞唔掂㗎，我同你講。或者咁樣講會比較簡單。